六四困蒙論，困包圍分隔，論冇構思，解作分隔開需要教化睇法嘅人係缺乏構思，把愚昧無知者與正常人分開，目的乾脆不理或者全面照顧都不理想，因為沒有教化睇法。例證六四，濟貧解困教育為上，出錢出力助人不如教人解脫。聯合國同好多慈善機構對需要援助嘅國家常盡力幫忙，不遺餘力。曾有時期給予大量金錢、糧食、醫藥，其他如科技、電設等更不勝其數。如果當地政局不穩、衛生落後、不善生產、人口失控、民智低落，救濟也是杯水車薪。後來改變援助嘅方式，穩定當地局勢，物資直送災民，實施衛生防疫，鼓勵節育，提倡環保，慎用資源，解決水荒，衛生清潔，供給種子同埋耕種工具，教民眾自力更生，證明教育輔導才能有真正解脫。接濟而不啟發文字，只係擔沙失海。六五同蒙吉，同小孩，蒙教化啟發，吉得到好嘅事物，解讓無知小孩接受教化啟發，會得到好嘅事物。其實雖是小孩，也適宜教化啟發嘅。例證六五，阿斗無知，行聽賢能，自知不足，從善如流。劉禪又名阿斗，劉備之子，16歲繼位為曹國嘅第2任皇帝。劉備怕他無能，臨終時向孔明託孤，聲言如阿斗不成器，孔明可以取而代之。孔明哭告定會鞠躬盡瘁。阿斗愛玩樂，很性情淳樸，自幼肯聽孔明嘅教導。孔明死後有良臣郭由之、秘諱、董允等輔助，蜀國得安穩差不多40年。可惜良臣相繼逝世，後期信任宦官，國家從此不振，最終對魏稱臣。梁謀五就係小同意啟發，小年紀已可以及應該開始教導。上九擊蒙，不利為寇，利如寇。擊係攻打，令到挫敗；蒙係教化啟發。擊蒙係指奸人施行嘅破壞，一欺騙愚昧無知；二係阻礙教化啟發。不未得，利付出努力才有成果，為盡能力替誰去做到什麼。寇盜賊侵略者，利付出努力才有成果，欲操控管制。寇盜賊侵略者解作點樣呢？一未會努力而有成果，就算係盡力，咁就係去為非作歹啦。第二，努力而有成果，就係去管制懲罰為非作歹，意思係教化啟發及嚴肅懲罰，令人知道作惡必無所得，且會受罰，別不敢犯罪啦。奸人欺騙愚昧無知，阻礙教化啟發，以上方法便係用教化啟發對付奸人同埋無知者。例證上九，不識好歹，鋌而走險，認識禍害，不敢犯錯。毒品禍害極大，好多人貪圖利息益，不識犯法。落後國家嘅窮人因為無法維生，甘願受壞人操縱，種植鴉片、大麻等毒物。當地政府最初雖嚴打的，仍杜絕不盡。後來啟蒙教化毒品之害，再加嚴刑峻法，又鼓勵農民改種其他稻物，情況逐步改善。梁謀六就係教導啟發，令大家知道：一、
為惡必無好結果，便不敢作惡。二識穿壞人如何為惡，將佢哋繩之於法。用3個近代嘅史實演繹龍嘅良謀，一就係含鉛嘅汽油。含鉛汽油因為添加咗4乙氰胺，成為有劇毒燃料，污染空氣、土壤同埋水，導致人類心血管疾病、癌症同埋中風等，影響兒童大腦發育，降低智商同埋反應遲鈍，其禍害能夠超過1世紀嘅。記之源會對人類產生危險，卻為咗提升油料嘅辛烷值，用4元基元為汽油嘅添加劑，去減少爆震對引擎嘅損害。呢啲含鉛汽油更喺1922年於美國獲得專利推行全球。1924年，美國能源巨頭標準石油嘅一間煉油廠，有工人全身抽搐緊急送院，其中5人身亡，原因係工作接觸過多鉛而中鉛毒。上世紀60年代，美國兒童鉛中毒率高達80% 以上。上世紀70年代，美國地質學家喺世界各地發現地面環境中嘅鉛含量比海底高出80倍，大氣中鉛含量比1世紀前增加100倍。人嘅骨骼鉛含量係古代人嘅700至1200倍。1986年，美國決定停止銷售一切含鉛汽油。美國人血液裏嘅鉛濃度立即隨之大幅下降約80%。20世紀80年代，大多數高收入國家亦都禁止使用含鉛汽油啦。2021年7月，全球終於停止使用。可嘆商家為機器運作而用含鉛汽油，漠視對人嘅極大禍害，錯失仲要100年才徹底被禁止。二就係伊波拉病毒。伊波拉與病毒於多年前肆虐，有心國家束手無策，無心國家置若罔聞。2014年疫情大爆發，不少居於非洲嘅外國人受感染，情況失控，形勢危急，快啲禍及全球。幸有醫護盡力搶救，將患者緊密隔離，悉心照顧，開發藥物，結果抗疫成功，大多數病患康復。感恩知情者分析指好人好事，公諸於世。一係加拿大醫護係其中一個主力。二，各國醫護公認中國醫護功不可沒。三，中國醫護勇於親臨前線，毫不考慮自身危險。不過佢哋嘅奮鬥卻遭受無知阻撓。一，被質疑佢哋嘅才幹同設備雖有成果，仍受諸多批評。二就係伊波拉病毒高度傳染，死亡率極高，嚴加封鎖疫地令支援困難。三係成功開發新嘅特效藥，卻被一些所謂專家質疑成效安全，有國家叫國民不應使用，又警告如出事必定會追究。幸好大多數患者敢服用，得以康復，安然無恙。中國對伊波拉亦敢擔當，係因為沙士疫情後努力不懈研究抗疫，憑恆心毅力克服呢個曾認為難治嘅病毒。三，偽科學。偽科學英語係叫 pseudoscience， 又稱假科學、壞科學、疑似科學，指任何稱為科學或描述似科學，卻不符合科學基本嘅要求知識，缺乏支持證據，經不起測試，無科學理論，無科學研究確定。常見嘅偽科學有：一、把神學、哲學當作科學；二、玄學如卜卦、算命、風水、星象、血型學，認為血型會影響人嘅性格；三、人體嘅特異功能；四、心靈感應；五、把幻想當成科學，例如外星人、史前文明等。
6違背物理或者生物學原理嘅主張，例如永動機。7把非科學嘅事物，例如魔術、特別體質等，宣稱為異能。實施偽科學嘅人，原因可能係1對科學無知或者誤解；2蓄意杜撰、散佈作假、欺騙大眾、謀求利益。以下係3個成功對抗偽科學嘅個案。1970年代，全球都為超能力瘋狂着迷。魔術師 James Randi、科幻作家 Isaac Asimov、天文學卡爾薩根聯手創立 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， 調查嗰啲稱為超自然現象，主張應進行科學分析。Randi 更發出懸賞，任何人經過科學檢測，證明確有超能力，可得100萬美元。Randi 更公開表演所謂無刀無傷口手術係如何騙人，喚醒不少人去接受正當醫療。1980年代初，中國興起人體特異功能同埋氣功熱，其中張寶勝宣稱擁有非眼視覺功能。藥片穿屏、透視信封內文字、空手彎鋼桌、耳朵識字等特異功能。1988年，有科學研究機構邀請張表演特異功能，要連專家拍下他表演的動作，發覺都係造假嘅。被揭穿後，張還依舊在某些小城市表演。1998年，張寶勝嘅道具俾人換了，表演失誤，從此退台。佢後來心臟病去世，特異功能時代亦都結束啦。中國有段時間出版好多書去介紹古今中外魔術，讓小孩也知道自稱特異功能者係識魔術嘅騙子而已。3就有自稱專家者發表理論或者假設，雖被證明出錯，仍堅持理論點合乎科學，強作廣傳。例如2019年武漢爆發新冠肺炎，才幾日便有人發出對中國不利嘅論調，很多外國人甚至係元首信以為真，質疑中國發布嘅醫學信息，拒絕中國抗疫支援，甚至要追究懲罰中國。中國人民並不惶恐，同心協力，排除萬難，憑科學用理性，快速成功抗疫，謬論不攻自破。教化體法對文明開展非常重要。周文王從伏羲嘅睇法作周易良謀。伏羲嘅大智慧，有人質疑是傳說，是虛構，是真實。隨着幾講，會從典籍所記、考古所得互相印證，確證伏羲嘅偉大功績。下一講見啦。